风景，台湾有368乡镇，每一个乡镇拢有无同款的风情。为了要推展这个观光，交通部观光局将2019年定为小镇的万有年，并且选出全台湾有30个经典的小镇，号称是台湾世界级的景点，要有游客呢深入在地体验文化甲风景，包括北投啦、集集啦、瑞丰新社、东港等等，拢有入选。 一栋彩色的老仔厝，传统渔港、正滨渔港变成做上热门的拍卡景点。基隆中正区也阁有和平岛特殊地景、条件公园的装置艺术，被票选做全台30个经典小镇之一。 炮声乒乓叫，王船被点倒起来，大火马上将王船烧去。这是屏东东港的迎王祭，佮加上东港是典型的渔村，渔家乐景色嘛是台湾的经典小镇。温泉圣地北投留有日治时期的大众泡汤文化，会使来一段古迹之旅。但是讲到经典小镇呢，一定爱来到九份啊金龟石、新北市瑞丰。 观光局将2019年定做是小镇万有年，368个乡镇选出经典的30个，北部基隆中正区，台北有北投、台东，新北市是瑞丰平南、桃园大溪，新竹旧城甲关西，中部包括苗栗万里公园、台中新社、彰化鹿港田尾、南投集集，南部有这云林北港、嘉义东区梅山乡，台南后壁盐水、高雄美浓以及屏东的东港恒春。 东部是选出宜兰头城、台东成功以及花莲凤林甲水水，希望会当透过经典小镇，带动更较深度的国内旅游，持续探索台湾之美。